你们应先来收拾一下，等一下上课要入册的词汇，大家要记得听得呢吗？恭喜、恭喜、恭喜！结婚登记、结婚登记、结婚登记！签名、签名、签名！同性伴侣、通信函、通信函！注记、记记、记记！很好，我已投票结婚登记。恭喜！请问但面上的物件有签批好势吗？阮签批好啊。等一下，我那像无随错进组，无要紧，签名嘛不用。我之前有骗过通信盘机器，无就这样项目。唔爱婚姻登记养个通信盘机器。了解呀，罗拉hen。祝福婚姻幸福快乐。罗拉hen的祝福。两个挑下一张片，用做谱来学习家规切入的代数。请问单子上面的东西有准备好了吗？请问但面上的物件有签批好势吗？请问但面上的物件有签批好势吗？请问单子但上面的东西，面上的物件有准备好了吗？有签批好势吗？有签批好势吗？这句我们再把它念一遍哦。请问单子上面的东西有准备好了吗？请问但面上的物件有签批好势吗？请问但面上的物件有签批好势吗？没关系，签名也可以哦。无要紧，签名嘛袂用。无要紧，签名嘛袂用。没关系，无要紧，签名、签名也可以，嘛袂用。现在我们把这句再复诵一次，没关系，签名也可以哦。无要紧，签名嘛袂用。无要紧，签名嘛袂用。祝福你们幸福快乐，祝福婚姻幸福快乐，祝福婚姻幸福快乐，祝福你们，祝福婚姻，祝福婚姻幸福快乐，幸福快乐，幸福快乐。把这一句再念一次哦。祝福你们幸福快乐，祝福婚姻幸福快乐，祝福婚姻幸福快乐。好，你们所有的贵姓拢到枪啊！大家正开的事，爱多听多讲哦，因掌握进步，加油哦！